근데 드랭이 드네 된다 도도 너무 와쇼. 나. 今天有5个主题，我跟大家分享。 드랭 아주 시주 조데 조리 디중진라 되네 된다 당보데 나당 조고 바다란 저와 가래요미데 나당 조是吧 된다 당보라 대쇼이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断法。那么首先第一个主题就是我，还有断法，这中间有什么关联呢？ 된다 니바 되니 라 되니 조주 송아 조的肯定是你送有米대쇼이 再来呢就是第二个是断法它的内容它牵涉的内容是怎么样的情况？ 된다 숨바 데라 되니 조주 조是吧 아주 당화시요로와 디 고동의 간다임에 디 모부쇼이 第三个呢是讲到断法的时候有所谓修断法的口诀，那我们如何来了解断法的口诀呢？ 된다 이바 데라 되니 조주 고동자 마이바 조데 냠리 제더시 구요바 요미 디그 고데 조그 냠리 대쇼이 再来，只是晓得了解断法的修法还不足够的，你应该要晓得怎么样去实践它，怎么样去实修它。所以我们第4个主题谈实修。 된다 nga바 데라 되니 조라 투섬 공바 zubay이나 페누 가레 요바가 고데 쇼이 데도 조지 페누이 第5个是说，如果我们对断法这样子的法门进行闻思修，则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利益，有如何的力量？所以我们来谈一下它的功德利益和它的力量。 대인도에 되네 된다 다 응아 담바 쉬야이 되네 대가 두스다 디가 된다 디 제두 가체시 톱다 못 톱데 두초라라 레버리 所以我们先开宗明义讲的有这5个主题，至于每个主题我们能够讲到多深，能够讲到多广，就要看时间的具体限制。 간이스는 나초라 트레인 두초 추초 니마도 요 말이 대양 게 조르구바 이메 성장 돈다 도도도 추초 제리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安排的课程时间是2个小时，有一半的时间必须要翻译，所以实际上我能讲的话，时间只有1个小时。 얘네양 다 나초 네 시도야 학산 남다세 잡잡세 시 체랑수 년배네 갑술이야 잡잡세 년배 얘는 추초 제 디장 绿定的毛不计划忙不了拼头用土不的。不过我以非常高的热忱来讲这个课，很小心谨慎的讲，大家也比较专注谨慎的听的话，那肯定能够产生一些对于今生来世都有好处的结果。 아니 디나니 당보 나 당 조니 그 바다 란저와 간다 요미 대셔야 인다. 首先，先跟大家开始讲一下我和断法之间有什么样关联呢？ 근데 나 제사 그 파유 때 보리 보그 남이 캄리 캄바리가 我的出生地和是在藏地，在藏地它当中它是属于康区。 나치 롱바 그대 유롱 뭐자 포모 당 다가 나기 그 라마 자와도 참아 줄了被高呀。 在我的家乡，不分男女老幼，大家对断法都非常有兴趣。 第중진라第呢的我穷穷搞呢就往北忙不学呢。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得过非常多次断法的灌顶。 但大家那些的他们的呢就个吹讲忙不学呢。 同样的，在许多的上师跟前也听过许多次关于断法的引导讲解。 얘네 그게 대바쇼 그가랑 되네 추 강양 냠네시 마녀 뒤 좀센 되네 조이장 냠네시 마녀 대바이. 不过讲实在话，我对于所得到的法并没有去实践它，所以对于修法的体验是说不上的。 얘네 뭐듯이 라군도 되네 녜시 맘용 시 배바 보발라 시야 그 검시요 그래시
等你印记当家里都说了，等他写要马里了，我都。不过有些人会讲说，藏人常常就或者说是汉人常常会自谦说我不懂，这是一种谦虚的表现。可是，在西方社会，你说我不懂，人家就真的认为你不懂。刚一生呢，等你俺太开了两百写了高用啊，西嘎苦让了。不过我的习惯，我自己的习性就是讲话很直。但你第一等你了，等你俺个到那么多你往学吹学把咱马车把些个俺等你懂就送落了台湾了，挺当不样的。所以我以前在很多的上师跟前得到了灌顶，还有引导。来到台湾，首次来台是2013年的事。等你台湾的用起那么爬起来的，等你做他爬去些往那样的做等你就帮着公巴营养拉说不起的，等你突呀啦每年忙起啊破半着恰好的。在我的观察中，大部分来台湾传法、讲经、灌顶的这些上师，他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能够得到一些经济的援助，能够回去盖寺庙。因为俺没见到马扎我过多些要的，没养着的，俺马卡过过多开些要的，俺让西嘎了，第今天了，等俺台湾了用这等你。去讲听见嘛都加些嘛的，呀嘛的，等你农办东了送嘛的，太东西但是等那我是把那么查话是有，那么是有，这但是了，等你别家知的不的。可是我总是跟人家，我比较反骨，就喜欢跟人家背道而驰，人家要往这边走，我就要往他反方向走，所以呢，在上一次来台的时候。除了一次讲课之外，也没有说做了其他的开示，然后呢，也没有传戒做这件事情。那有一个我认识的喇嘛，他在台湾所以呢，他有一次呢，他就把我找去，让我去那边上个课。别下去，对，让我写个东西。这等你台湾了，到你了，通勤 visa 通过都到你了，等你到这俺抢不下去。在台湾的时候，我得到的签证是两个月的签证。那么第一个月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做。到这个车了，你别下针对，到你头上。一个月是写。这个抢下的，这个了别下。就是我是一个月的时间在，就是没有，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在外面，然后一个月的时间都在写书。第一次了，等你别抢马达瓦些送这里，别抢马达瓦些跟这吧送，知吧？这了等你就马这了中个送就各种钱么是吧要的，得了这吧些这里。到进南路了，别抢送这，到进南。我在一个月之内写了3本书，其中的一本就是关于断法拉基准玛佛母他的教言的一个广释。你把等你了，等你到我这吧，老婆到我这吧是第一个送我们西南人就把是吧要的，得了这吧接这里。另外一个是月称论师他的入中论释。送吧等你了，等你马龙个就个那么这些人把是吧要的，第一个送等你根据更多是吧要的撒钱里，得了别且等你这吧接这里。然后呢，第3个是巴隆个就个那么听个嘞。这些人吧。这些人吗？这些加密的。是巴隆嘎举的一个上师，这些人吧，他所写关于大手印的相关的开示，我做了一个注释。他做别家地方的我送给你的，迎着出节也没去知道。迎着出节。第三，到我经常。在这一个月当中写了这3本书，字数有8万字之多。
tene di ne kapsula di maje ka song chu kan rewa shi thi ra de tene yishi rabje ka zai ne yapon du tene di jumsin la di ne churan tene jima chu ka thi ta de si she ya yon na yo ba ki song ne yapon du song ne kong ka nang du nge jan la su shu yi di ka tene rewa ra wo te ta training yo re 后来呢，一些老师就看到了我的作品，然后就是说啊，这样子很好，将来有机会的话，你来给我们讲讲断法的这些引导文的话，是很好的事情。他有了这样子的吩咐，所以我就唯唯诺诺的说，哦，是，然后就有了今天的法会。他的嘞，那这个就等这话之后那个说了，就跟这话的追求谁呢？ kurma senki mo yenda kan yo mare ngarang chu la pe gawo yo de ma che ka song de ni len jwa ke ko de wo she kan jwa ya bo he to na pe ya bo yo sa ri san rang ka de ni pa mu bang dan do ka pa ti ya jo ri 那写断法的引导文这个注释本身也没有请法者，根本没有请法者。 因为我自己对于断法很有兴趣，一直想说，如果能够把断法马吉拉居尊玛他的教诫用一个浅显易懂的话把它写下来的话，肯定很好。所以在没有任何人的劝请之下，我自己自动自发的写了这个注释。啊，他那这也的，他既然是好高尚啊，他那就个过去后了，俺的就你个把他人这话的。 lama dasane wang sho nyuwa chi sho nyuwa ngarang ki chu che tene pecha chiye la ndrewa zhe nyuwa tene tindrishi跟ndrewa ya re 所以大家晓得了我自己跟这个断法的渊源是什么了吧？我有得过这个法门的灌顶，我得过他的引导，听过相关的教授，然后呢，对于要写这个 法门的引导文，我也是有那个本事能够写，而且已经写出来了。这个就是我跟这个法门的渊源。他第一个他那当部的学茶叶的，他一般就是送啊谁呀的学用意。以上就讲完了第一个主题，再来讲第二个是断法它的内容是哪些。第一个他那就是么学要是吧？第一个就的他那。 接当的呢，不啦，算呗，马这拉中是吧？些，的呢，到不么哎，修，当么有吧？些算吧的，第一个杀都难有嘞。总体而言，断法这个法门，它是在藏地的一个新开创的法门，当初是藏地的一个女子。 智慧卓越的拉吉尊嘛，马吉拉尊他所创的门派。你看，第一个他那就的大宝贝宝木写给，他那啥都是恐怖呢，退休刚接就嘛都家当朋友都说了骗用嘛的，第种现在的呢，恐个给家搞的些呗呀呢，我就宝宝个给家些当的，宝贝呢当都说。 那一类样的血压嘞，所以大家晓得这个法门的祖师是一个藏族的女子，她不管是接受佛法的引导，还是做禅修，都是在藏地做的。她从来没有去过尼泊尔，她也没去过印度，所以呢，当她在传法，当她在写东西、讲话的时候，都是完全按照藏族的生活、藏族的状况。 在体现的。马杰拉中的穷穷个那个说了，安内人，的那怎么安内人，空一个老人的被要不要嘞？第种钱了，第呢，他的那몸当把酒呢，哎，搞把生意没吧，学生。第一个몸个过的那听忙不，但那人做事呢，懂不嘞？ 맞아요. 충충 거 값서 안에 예자야 이게 야고 로시고 디짐진을 때네 몸데 나츠 좀 로시는 너야 여러 디배 마부 동네. 他从小就出家为尼，由于在文
字读写方面非常有功夫，所以他常常参加这种为人家做的这些经忏，常常赶经忏，念诵般若经。아니 드디게 몸 망보 동도 디그 몸 동데 중심라 때네 동이 그 따와 세야 돼 똑바래 在赶经忏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反复念诵般若经，所以就通达了空性的道理。 이 동이 그 따와 또그 되네 또바 뭐랑 다 맞이 라던 거 동이 따와 또로와 이 진조 연다 기 따와 또야 그 치도 되네 탑란 드듯이 띵고도 송 당마 시샤바 되니라 조라래 他自己证悟了般若的见地，那么如何让身边的人能够证悟呢？所以他就想了一些方法，用一些窍诀式的、口诀式的方法来讲述这些证悟的见地。 엔드 되네 조세야 돼 산제지 까이나니 염 실업지 파르도 스마세야 디게 되네 맹아 냠리 맹아리 所以就传下了所谓的断法，而这样的断法实际上是佛陀他的在般若经当中的话语，以实修口诀的形式流传下来的一种法门。 염 실업지 파르도 스마세와 자 산제지 까이여바 디게 땡제 단다 시야 빼 조제야 돼 동반이 所以在断法当中，它主要谈的内容是佛语当中所讲的空。 되네 동반이 이제 동 따와세나라 동반이 이제 따와라는 득사라 동반이 이제 동반이 이제 따와대 되네 타파 투비아라 되네 미도 머렁와세네라 타파 투지 그 조운에 대 동이 또버가 따와대리 所谓的空性，或者说我们讲空性正见、空正见，它实际上是你想要追求解脱不可或缺的条件，尤其要证得一切智的佛果，它可以说是最为关键的要点。 디 중심나 디네 되네 염 시세세야 대 산제지 까나로네 가치슈스 조허야래 所以在佛陀的话语，佛陀转动法轮所传下来的教法当中，般若经被认为是最重要的。 디 중심나 디네 되네 시세 냠스 렘베케 맹아 대 되네 자갈라양 송아리 当然，所以呢，在般若就实修般若的口诀方面，印度也曾经有这样子的窍诀。 대라 되네 다 시세 쿠란 그 파테커 그 댄사 대 조세네 시야바데 방공 파발로럽세 자가네 되네 나가른즈나 배 라마 깨다 침보시 패브라 디그 송 우마 자와 시럽세 라 소바시 되네 사모 따와 다 주바세와체 송리 되네 대두 되네 너나 우마 땡주도 소리 다 시신지 시럽지 파르스나 디게 태가를 우딘 동이시오라 대가 공반 지지게 맹아 세네다 용대 사모 따와 세네다 우마 용도 소리 关于般若经的直接阐述方面，在印度最为著名的就是吉祥龙树护主，也就是龙树菩萨。他用甚深见地，也就是在中观的角度去切入般若，直接阐述般若的空义，所以开创了所谓的深见派的传统，留下了跟中观相关的许多的论点。 这些都是直截了当的方式来阐述般若的空的这个层面的教法。 근데 동이 이제 따와대 또 용도 근데 랑그 원도 세네야 대 냠도 공패도라 냠도 공패도와 그 사람 그 원도 대 예가세네 시야바대 제주 삼방공부 송 시생 원도 진세야 돼 当然，如果你了悟了空正见的话，自然会有一些体验，自然会有一些证悟，逐渐的可以踏上所谓的悟道实地的现观的这个道路上去。而在印度的传统当中，将
如此悟道实地的现观的道加以明确阐述的，就是此事护助弥勒他所造的四事五论当中的现观庄严论。我们当核心个用的你呢，加个那样呗，搞清楚了自己呢，没得是这玩忙不这，别忙，但是老忙不了，不用是吧嘞。这个呢，一不个的呢，撒家给老人嘛，搞就搞的人呢，大的这样这当不那么的呢，错的呢，说呢，不用是，你嘛也不讲的怕些的些的，老那么这忙起，别下都是等了做着的。所以后来就传下了以中观直接阐述中观空见的这个中观传统，以及阐述现观般若教法的这两大传统。这两大传统呢，都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也有很多的后代的注释，有很多人花了许多年的功夫，就在研究这相关的哲理。同样的，在藏地。不管是萨迦派、格鲁派、尼玛派还是噶举派，都有许多的学者不断的在钻研其中的道理。他们当然首先在自己的上师、在老师那边学习这些教法，然后呢，为了要能够精通前面所讲的关于现观以及中观的这些道理，他们花费许多年的功夫去不断的提升。等他的就等你呢，等你家用学生，到三节节个希腊就跑到什么时候学校了？别家的个短大的，我去来老是呢，娘呢，刚才是的是，我有被错写下把的，马这老中这个等你当啊就是呀的里头。所以刚刚提到了断法，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佛陀所传下来的般若经的内容。那么般若经它当然是以经典的形式传下来，那如何才能够让我们用一种简明易了的方式去实践它呢？我们就要仰仗着马吉拉尊他的实修的口诀，让我们能够简而易懂的通达其中实修的要领。但你三节节搞的全部人的呗。要用学生的个的呢刀啊，对人被用的我嘛，但你每个娘是来这个用的就，但你每个娘是让都我让个就来娘都用的借用了，娘都用的借的三十年的，第一个娘都用的我真是这个用的，学生我都经历一下，所以。佛语当中，佛陀的话语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般若教法，能够直接抉择般若教法阐述空义的是中观，而能够运用口诀来实践般若空义的是断法。透过实践空义而产生觉受跟体验，而逐渐的在悟道实地上能够前进，或者是能够阐述悟道实地的修持过程当中的不同的阶段，还有阶段之间的那些界限，能够讲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是现观的教法。但呢，每个年龄些的呢，大学生个懂得娘是零股呢，年龄些嘞，谁这个他们来拉瓦些的，让我亚修的，他就来拉瓦些。但呢，发现咱们拖了没么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找到一个比断法更能够言简意赅，让人感到浅显易懂的关于般若经的修法口诀、实修的方法，几乎你是找不到的。一旦定就是难了了，但呢，我们个工人年龄大。学生个工人年龄要来的，人呢就拿也要不是要嘛的。当然，一般来说，经典里面也提到很多如何去禅修中观空义的道理的方法，或者说如何去契入般若的一些具体的禅修方式。不过，都没有像断法讲的这么样子的明确。
근데 조세야 때 때네 야용 샤신 그 공저스네 디맹아 임베 좀신라 되네 제단 근데 남바 산지 비추라 노다 나서바 니여베나니 좋은데 노인 냠니리 所以它主要断法主要是阐述般若智慧的一种法门，在显密二宗当中呢，它比较接近于显宗的教法。얘네야 디땡땡이라 되네 왕나야 당 곰야야 카시식 되네 상하게야 초진에 대세도 되네 셴시에 쭉 맹아 되니라 뒤주 라마 남페 송도 되네 오데 시랍게 파르드스 바세네 마다 노체니 되바이야 봐 되네 다 셴시라와 셴시야 봐 되네 양하 당양 지스 통밤 다오시 요리 송 시그리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法门后来流传下来，其中有很多的像灌顶啊、禅修的方式，这是后来随顺着密法来加进来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子讲，断法的口诀，它的本质的内容是显宗的，因为它是关于般若教法的。但是呢，它也随顺着密法产生了很多与密法相关的内容，有这样子的综合的面貌。ane di ke ta nga chu ju ju suwa di ke da do do de hensin ke menga nyam se len thap bo la ji be ma ji lab dun ji song xiao ba dang ma xie yin ba de de ni za bu ning bo dong wo de 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个主题，断法的内容是什么？那它的内容我们把它整理一下的话，就是所谓的断法，便是般若经的实修口诀，它的出处是来自于一个生于藏地的女子玛吉拉尊，她所传下来的口诀精华。那到这当。 报道部门里的，等你这话部门切个的意思啊。在男女这两种性别当中，女子对于爱的感受是比较深刻的。第一种是呢，对呢，一当当初中就说的呢，出来样拉破的模拟模拟个的是个接受了。 所以有一种说法是在本尊或者是护法神方面显现出女相的本尊护法神是相对较少的。但呢，第三个，但呢，拉玛查瓦拉罗巴是可的，去做过错么的时候要怕的结果不么的些。我们看到大多数进来，大多数在道场帮忙的，或者是走动的这些。 师兄法友大多数是女性。对了，对呢，对呢，出生当出代的呀，怕且父母切话也没长。出代，出代呀，在上头当出了代吧。对于佛法有信心或者是有心向法的人，大概也是以女性居多。